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祝大家母親節快樂。唔知大家又會點樣慶祝母親節呢？咦，講起嚟，我都唔知我嘅爸爸媽媽喺邊一度喎。問唔問喵？乜佢哋唔係喺 AC709394號星咩？唔知喎，我一出世就被派嚟地球呢度執行任務啦。咦，咁你要問下巴斯特大人先至得喎。哎呀，問喵啊，我哋唔好講廢話住啦，講返正題先啦。首先呢，多謝大家俾咗好多改名嘅靈感俾我哋呢班角色啊。咁今次嘅角色呢，就係屬土嘅羊。話時話，大家有冇注意到一樣好特別嘅嘢呢？羊呢一個字喺中文入邊可以解做山羊、綿羊、羚羊。呢幾種動物都可以共通用羊呢個字，但係呢，喺英文度佢哋嘅分別就非常非常之大啦。喺英文入邊，山羊係 goat，綿羊係 sheep，羚羊係 antelope，三個都完全冇共通點㗎。咦，點解英文會係咁樣嘅？問咩啊？你明知我啲英文好屎㗎啦，你問我做乜嘢啫？我細個最唔中意個科就係英文㗎啦，有一段時間啲成績差到係個個星期都俾老師罰留堂㗎，真係好慘㗎。咦，我上網揾到少少資料喎，原來綿羊同埋山羊都係歐洲自古以嚟常見嘅家畜，所以 sheep 同埋 goat 都係嚟自古老嘅英語。但係羚羊就唔同啦，係要等到啲歐洲人去到非洲同埋亞洲探索嘅時候，先至發現到啊。Antelope 本身係希臘語同埋拉丁語之中嘅一種傳說中嘅動物嘅名稱嚟噶，後嚟慢慢演化做法語，再喺中古時期傳入英語嗰度噶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即係話山羊同埋綿羊係歐洲本身有嘅，而羚羊呢就係一啲外來嘅動物。不過呢，山羊同埋綿羊喺流行文化入邊所代表嘅意義都好唔同噶。如果有接觸過聖經故事嘅，都會知道山羊係被視為同惡魔撒旦有關噶，所以山羊喺流行文化入邊係被視為叛逆、挑戰嘅象徵，係比較中意獨行獨斷噶，而且能力仲好強添。而綿羊就係另一個極端啊！喺流行文化入邊，綿羊代表住純真虔誠嘅信徒，佢哋中意群體生活，亦都會好盲目咁樣跟從上頭嘅指示。啊，我知啊，羊群效應就係講呢一班綿羊啊嘛。咦，咁究竟12生肖入邊嘅羊究竟係山羊、綿羊定係羚羊呢？其實呢，呢一樣我都揾唔到一個準確嘅答案，
不過呢，山羊嘅祖先係嚟自亞洲西部同埋中亞嘅一帶，而綿羊嘅祖先呢，多數都係嚟自中東地區，特別係美索不達米亞嗰度。而綿羊呢，係要去到新石器時代嘅晚期，先至經由絲綢之路由西亞傳入中國嘅。而羚羊嘅祖先就更加遙遠啦，因為佢哋90%都係喺非洲大陸嗰邊噶。不過呢，都有10% 係喺亞洲呢度噶。你有冇聽過藏羚羊同埋印度黑羚羊咩？佢哋都係亞洲本土嘅羚羊嚟噶。咦？即係話喺亞洲嘅古代已經有齊晒山羊、綿羊同埋羚羊，咁我真係好難推測究竟12生肖入邊嘅羊係指邊一隻羊喎？唔知各位觀眾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呢？你哋覺得12生肖入邊嘅羊究竟係山羊、綿羊定係羚羊，又或者係其他嘅羊呢？而呢個角色嘅性格究竟係屬於綿羊定係山羊，定係佢係一隻披住善良綿羊外衣，內裏其實係一隻邪惡嘅山羊呢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仔可以喺留言區度提供一啲改名嘅靈感俾我哋啦。咁好啦，希望各位朋友仔，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就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建設性留言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咁我哋每次有新片出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。仲有啊，我文文喵另外有個文文唱歌台噶，歡迎各位朋友仔去點歌噶，快啲入嚟玩下啦！咁好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